香港好多嘢都贏美國㗎 ，ETF Bitcoin 嘅現貨 ETF 快過美國批嘅，交易所個牌照亦都係啦，快過美國出嘅。我冇一個應用場景嘅話，點解我要用香港發行商嘅穩定幣呢？而家穩定幣嘅市場可以話無皇冠嘅，亦都好多人未必有一個足夠嘅信心，甚至乎有一啲穩定幣可能真係其實背後係好大問題嘅。穩定幣可以話係佢係支撐緊呢個去中心化金融裏邊嘅運作嘅好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可以令到咧有一個角色咧係暴富或者叫產生暴利嘅，嗰個就係咁啊 Donald Trump 個仔其實就係做緊每一日啊，係賺緊亞灣1億蚊港紙啊！歡迎嚟到今日嘅 podcast 啊！咁咧呢一集係即係好多人敲碗啊，叫即係我哋要做嘅一集啦。咁其實就係講關於呢一個嘅穩定幣啦。咁我哋今日就請到咗 Dennis。係。Hello Dennis。Hello 大家好。其實咧睇緊呢個 channel 嘅觀眾咧，大家未必好認識 Dennis 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嘅 crypto 知識咧，大部分都喺 Dennis 度嚟嘅。Dennis 就有同我做過節目啦。咁咧其實就係一個我哋比較 live 性質嘅節目嘅。咁但係咧入邊都會提到好多關於 crypto 嘅嘢啦。咁所以咧一講話大家想知一啲關於穩定幣嘅嘢咧，即係我第一個時間我就會諗起 Dennis 啦。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喂，點解即係穩定幣關我咩事啊？我做咩要睇啦？咁其實咧最近啦講緊話特朗普啦，又或者香港嘅政府咧，都喺同一個禮拜咧，就對呢一個穩定幣開咗綠燈啦。咁我哋今日咧一齊同 Dennis 探討下究竟乜嘢係穩定幣啦，甚至佢可以關乎到我哋未來呢一個金融世界嘅轉變嘅。咁Dennis 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究竟咩係穩定幣先？好啊，咁頭先提到啦，可能有啲觀眾未認識我啦。咁認識嗰啲就應該都一直知我係 crypto 大好友啦，都玩咗 crypto 好幾年啦。咁我自己應該大概2017-18年第一次就真係接觸 Bitcoin。咁但係當其時我都唔識 Bitcoin 係咩嚟嘅，咁我直接去到大概2020年左右啦，咁我就突然間咧就好 focus 喺 crypto 呢一個 area 上邊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2020年咧，咁crypto 世界啦可以話有一個好大變化，就係出現咗 DeFi 啦，咁就係去中心化金融呢個世界。咁裏邊就多咗好多可以叫做投資嘅工具啦。咁當其時我就即係見到呢個機遇啦，咁所以我喺2020年開始啦，咁就自己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 crypto 啦，研究 DeFi 啦，咁到而家其實唔覺就過咗5年㗎啦。咁當中亦都一直有做節目嘅時候啦，咁大家又知我有玩 crypto 啦，咁所以就陸陸續續問越嚟越多 crypto 嘅問題啦。咁甚至乎後尾就大家叫我開辦埋即係 crypto 嘅課程啦，咁就咁亦都好順利咁樣就開辦咗啦。咁到而家都應該經歷咗我諗大概4年左右嘅時間，真係唔覺好快啊！咁好多年前開始其實已經同大家講話你要盡早認識 crypto， 盡早認識 crypto 啊！咁當然啦，各人有唔同嘅原因啦，咁就未必話真係個個都叫有上車啦，或者真係有知道 crypto 係咩，甚至乎係有自己開 wallet 去接觸 crypto 啦。咁但係真係到而家啦，咁啱啱泳兒好似你所講，穩定幣法案都出埋嚟啦。咁crypto 係真係叫做，就算你以往冇接觸都好，跟住到而家我諗。就算而家你未覺得關你事都好啦，咁好快脆都會關你事，甚至乎可能過多2-3年，你真係落去樓下可能買杯咖啡買支嘢飲，可能你都係俾緊 crypto。咁穩定幣法案咧，雖然其實就叫鋪排咗好耐啦，咁最尾真係最近香港通過咗啦，咁美國都接近通過啦，咁爭啲程序上面嘅嘢未做嘅啫。咁一講到穩定幣咧，如果有留意開即係可能 crypto 嘅新聞嘅觀眾們啦，如果唔係太熟悉 crypto市場嘅咧，我相信好多觀眾咧都可能會曾經睇嗰啲關於穩定幣嘅新聞，就係嗰啲咩爆煲事件咯，即係嗰啲負面新聞就會出得特別快。係啊，都正常嘅，負面新聞係比較吸睛嘅嘛，啲人係睇好多負面新聞。講到穩定幣咧，頭先你都問其實咩係穩定幣咧？其實穩定幣好多種嘅，咁過往爆煲係屬於其中一種嘅穩定幣。咁由2020年開始啦，其實到而家啦，咁陸陸續續係越嚟越多穩定幣嘅出現嘅。咁我大致上可以將穩定幣可以分組3大類啦。咁如果有留意開我觀眾或者有上過我堂嘅同學仔，全部都會識㗎啦。同埋同大家講咧，其實 Dennis 之前已經喺拍過一啲叫做新手啲嘅教學，你覺得已經有介紹到究竟咩係穩定幣，有啲乜嘢類型嘅？係啦，冇錯。咁嗰啲101啲嘅，大家可以自己揾翻啲片嚟睇啦。其實之前有拍過嘅。咁我哋今日都簡單咁樣講少少究竟咩係穩定幣先。係啦，即係當係溫故知新啦。咁主要可以分到3大類嘅，到目前為止都係啦。咁第一大類咧就係市場上面而家最主流嘅，我就叫做即係法幣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例如而家喺個 crypto 世界上邊市值最大嗰2隻穩定幣，即係 USDT 同埋
USDC。咁呢一啲咧就係屬於法幣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咁包括或者比較近期啲嘅，即係可能係阿 Donald Trump 個仔係佢嗰間World Liberty 佢所發行嘅穩定幣 USD1，咁其實都係屬於法幣型資產抵押嘅。咁甚至乎為例如係 PayPal，咁我諗 PayPal 大家都熟悉啦。其實 PayPal 早幾年都出咗穩定幣嘅，就叫 PYUSD。咁佢背後其實都係法幣資產抵押嘅。咩叫法幣資產抵押咧？好簡單，法幣咧其實就係所指我哋而家用緊呢個可能美金啊、港紙啊，即係英鎊呢一啲啊，就叫法幣啦。咁法幣資產其實就係一啲傳統金融上面嘅資產，可能係現金啦，可能係啲短期嘅國庫債券。咁所謂法幣資產抵押咧，就係呢一啲穩定幣，例如 USDT、USDC 呢啲穩定幣，佢發1蚊嘅穩定幣出嚟嘅時候咧，佢背後就會擺低同等價值嘅法幣資產，即係可能佢發1蚊穩定幣，佢背後就會買翻1蚊嘅美國國庫債券啦，或者可能係擺1蚊美金嘅現金作為佢嘅資產儲備嘅。咁呢啲就係用法幣資產去抵押住佢穩定幣嘅價值，咁呢啲就叫法幣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啦。咁另一種咧就係叫加密貨幣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咁頭先講嗰啲就係用傳統金融資產去做抵押啦。咁加密貨幣型資產抵押咧，佢就係用加密貨幣嘅資產去做嗰個抵押品，去 support 住佢嗰個嘅穩定幣1:1對美元嗰個嘅幣價。我呢度有個問題就係咁，即係啱啱講話法幣，咁我哋知佢當然個幣價比較穩定啦，即係例如美元啦，而家最多就係叫做美元穩定幣咁樣。咁背後買緊1美元，咁但係如果你講話用一啲 crypto 去做背後嘅抵押，咁本身我哋知 crypto 有個特性就係佢可能比較大上大落啲啦，咁變相嗰個資產價格咪會上落好大。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加密貨幣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咧，佢哋一般都係超額抵押嘅。如果法幣資產抵押型咧，多數就係1:1，即係我發1蚊，我後邊就擺低1蚊。咁但係你都明白啦，即係加密貨幣資產嗰個嘅價格上落空間比較大啦，個波幅比較大啦。咁所以通常嗰類型穩定幣，例如好似係 DAI 一種咁樣啦，咁佢背後咧係超額抵押嘅，即係我發1蚊出嚟咧，其實我背後係要有1個半甚至乎係以上嘅資產擺喺度，係先可以叫做即係留翻個不法位。就算佢背後嗰啲抵押緊嘅資產，佢個價格可能突然間跌一半，咁佢都唔會話叫做資不抵債咁樣咯。仲有呢一種咧，就係經常地出事嗰一種啦，就叫做算法型嘅穩定幣。係咪上次爆煲嗰隻都算係算法型穩定幣？咁上次爆煲叫爆得最勁嗰隻啦，就叫 UST 啦，咁就係 Luna 出嘅。其實佢哋係屬於算法型嘅穩定幣。咁所謂算法型嘅穩定幣咧，就係佢背後咧未必話真係有啲好穩定價值嘅資產去做抵押啦。咁佢後邊可能會係有一啲算法，有啲 algorithm，咁啊各式各樣都有嘅。咁 UST 當其時爆煲咧，就係佢背後抵押嗰種資產就係 Luna 啦。咁 Luna 就係難聽啲講啦，可以話係一隻細幣啦。佢唔係好似話美國國庫債券，亦都唔係一啲好大嘅幣嚟，好似USDC 穩定幣或者好似以太幣呢啲咁相對上比較穩定嘅加密貨幣啦。佢唔係啲係啲比較細嘅幣，再加上佢有啲算法係控制 Luna 嗰個供應量，去維持住 UST 呢個所謂穩定幣嘅個價格。咁當其時就係因為 Luna 出事啦，咁啊 Luna 嘅價值大跌啦，咁就令到UST 個穩定幣佢背後抵押緊嗰啲資產就即係大跌啦，即係等於好似冇咁樣啦。咁就令到 UST 咧就爆煲啦。咁但係到而家咧，其實都仲有算法型穩定幣嘅，係啊。咁唔同嘅算法型穩定幣咧，佢背後就用緊唔同嘅方式啦，去維持住去抵押資產嗰個抵押品嘅價值。如果論風險嚟講啦，咁始終算法型嘅穩定幣咧，咁啊風險會相對上高一啲嘅。但係又唔代表佢唔 work 嘅。其實個關鍵就係可唔可以能夠維持到佢嗰個抵押品嘅價值。咁如果佢抵押品嘅價值係一直可以 keep 到，係佢發行咗出嚟嗰個穩定幣嘅價值以上的話咧，咁 suppose 嗰隻穩定幣其實都係叫做穩定嘅。咁呢3樣啦，我哋叫做穩定幣嚟講，今日主要同大家講多少少，即係比較我哋穩定少少嘅資產啦，即係可能美元穩定幣。咁你啱講話1:1嘅時候，因為我有問好多同事就喂，呢個 topic 其實你哋有冇啲咩問題啊？佢哋咧大多數都拋咗個問題俾我，就係喂，咁既然佢對美元明明係1:1啦，咁點解我唔直接用美元咧？我仲要搞咁多即係咁繁複嘅手續去買穩定幣，咁呢個背後有咩原因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嚟嘅。咁我嘗試就係從兩個角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第一就係穩定幣有啲咩用途先啦。第二就係啱啱你問到嗰樣嘅重點啦，就係其實穩定幣當係美元穩定幣啦。咁究竟同美元有啲咩分別咧？穩定幣嘅主要用途咧，我就可以諗到有幾種嘅，即係或者我叫嗰個應用場景啦。咁第一種咧就係大家比較容易啲明白嘅，就係可以做一個跨境支付。
係。咁啊，雖然咧美金都可以做到跨境支付嘅，咁但係嗱，我舉個例子，例如阿泳兒你揾阿 Greg 喺加拿大，係啦，叫佢幫手買啲嘢。舉個例子啦，可能出咗隻加拿大特別版嘅 Labubu，跟住咧你又好想買，咁啊揾個喺加拿大嘅同事幫你買。好啦，買完啦，佢寄咗件貨翻嚟俾你啦，咁你揾人幫你買嘢啊嘛，你要找數噶嘛。好啦，咁你點找數咧？即係以而家嗰個形式，好啦，銀行過錢啦。咁銀行過錢，但係好似海外匯款係要手續費噶嘛，佢仲要唔係即時收到噶嘛，仲要唔知可能等1日2日咁樣噶嘛。咁呢個就係而家傳統嗰個金融系統所行緊噶，即係為海外支付大部分嘅國家都係用緊 Swift 嘅系統。咁啊又要手續費啦，又要時間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用你識用穩定幣，你個 friend 或者你個同事又識用穩定幣，其實你可能真係喺你個 wallet 撳個掣，或者你可能經某啲交易所撳個掣，咁啊即刻收到錢㗎咯喎。仲要個手續費係講緊可能係免費，就算要錢都可能講緊係1蚊或者幾毫子咁嘅手續費。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可以話係穩定幣比即係傳統金融嗰個系統喺支付上邊比較優勝嘅一個場景咯。咁所以穩定幣咧，其實喺跨境支付呢個 area 上邊咧係可以發揮到佢嘅作用嘅。咁另外一個啦，穩定幣嘅用途啦，就係我諗而家越嚟越多人可能會有參與 crypto 啦，即係有炒下幣咁樣啦。咁可能呢一刻你睇個幣市會跌嘅，咁睇個幣市會跌，你當然會賣咗啲幣去啦。好啦，你賣咗啲幣，跟住你 hold 咩咧？你係咪下下都要轉翻港紙或者轉翻美金嘅法幣咧？其實未必噶嘛。如果穩定幣係真係能夠1比1同美元掛鈎嘅，咁你賣咗啲 crypto，你咪轉翻做穩定幣咯，即係好似一啲 parking assets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話，如果越嚟越多資金走去叫喺 crypto 市場上面炒幣嘅話咧，咁就會嗰個 parking assets 需要嘅角色嗰個用途就會越嚟越明顯咯。咁其實仲有一樣咧，穩定幣嗰個嘅應用場景咧，呢個咧就可能要比較熟 crypto 嘅朋友嘅觀眾先會聽得明白嘅。喺crypto 裏邊啦，頭先提到有 DeFi 呢個世界啦，去中心化金融呢個世界啦。咁去中心化金融呢個世界裏邊，其中有一個骨幹嘅角色咧，就係去中心化嘅交易所。咁去中心化嘅交易所咧，佢之所以能夠可以運作得到咧，就係因為咧去中心化交易所有唔同嘅資金池存在，因為你有資金有錢先可以做到交易噶嘛。咁嗰啲去中心化嘅資金池咧，其實咧個資金嘅來源咧就係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嘅，即係其實你同我都可以喺去中心化金融裏邊參與呢啲去中心化交易所裏邊嘅資金池嘅。咁但佢呢個資金池咧，佢嗰個設計上邊啦，你當佢背後個 formula 啦，有少少特別嘅。佢有可以話存在一個嘅少少嘅風險啦，就係叫做無常損失 （impermanent loss）。咁呢個無常損失咧，就係如果你嘅資金池裏邊嗰啲幣價起落比較大嘅話咧，咁潛在嘅無常損失就會比較高啲嘅。咁好多人咧，佢就係想參與個資金池，但係佢又唔想承受太大嘅無常損失嘅話咧，咁佢咧就會揀選中間幣價穩定嘅一啲嘅幣。咁就舉個例子，就係穩定幣啦。咁所以穩定幣咧，其實佢 support 住呢個去中心化世界裏邊呢啲資金池咧，其實佢佔咗一個好重要個角色嘅。咁你去中心化世界裏邊啲資金池嘅資金量越大嘅話咧，咁個去中心化嗰個嘅金融系統咧，先會行得越順嘅。咁呢啲都係其中穩定幣能夠產生到出嚟嘅用途咯。所以簡單啲講就係穩定幣可以話係佢係支撐緊呢個去中心化金融裏邊嘅運作嘅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呢個就同即係傳統金融會有啲唔同。咁去到頭先你話喂，咁我點解要用穩定幣，我唔用美金咧？即係我個 friend 唔介意去等2日，我都唔介意俾200-300蚊銀行手續費嘅，都找到數嘅。係啦，咁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喺支付嘅場景上邊，喂，跨境支付穩定幣係嘅有個優勢啫，但係就唔係話完全一定要用佢嘅。咁講到真係傳統金融市場個系統裏邊冇，而淨係穩定幣先有嘅一啲嘅特徵咧，即係或者叫穩定幣其實同美金有啲咩唔同咧？咁都可以舉啲例子同大家可以分享下嘅。咁其中一樣啦，咁依樣咧就叫做陰謀論啲咁樣去講啦，就係其實穩定幣咧係可以令到咧有一個角色咧係暴富或者叫產生暴利嘅，嗰個就係穩定幣嘅發行商係啦。咁我哋傳統用緊啲咩港紙美金啦，咁通常就係央行印出嚟啦，係咪？或者銀行發行出嚟啦。咁央行印出嚟或者銀行發行出嚟，其實印啲銀紙出嚟，佢本身冇錢賺㗎。咁但係穩定幣嘅發行商，佢發行啲穩定幣出嚟咧，其實佢係一個暴利嘅生意嚟嘅。咁而家我哋現有見到嘅，例如USDT 啊、USDC 啊呢啲，其實佢背後嘅嗰個發行商係咪就係
即係你啱啱冇錯啦，就係講話嗰啲暴利啦。暴利。咁嗱，最近USDC 嘅發行商 Circle 啱啱 IPO 咗啦，上咗市啦。咁你見到佢嗰個上市之後嘅表現，可能某程度上都帶到啲信息俾大家知。啱先喺 live 度傾完 Circle。係啊，咁嗱，佢點暴利法咧？其實我可以舉個例子。而家市場上最大嗰隻 USDT 啦，佢嘅發行商叫 Tether，係啊，TETHER Tether。咁Tether 咧，佢而家佔成個穩定幣嘅市值咧，都係最大嘅。係我印象中，Awan 大概40%至到一半左右嘅 market share 啦。咁而家Tether 大概啦，佢擁有嗰隻 USDT 嘅市值咧，應該就係Awan 1500億美金左右嘅。咁其實佢個發行商個利潤係點樣嚟咧？好簡單嘅啫。頭先提過啦，法幣資產型抵押穩定幣啊嘛，佢背後係要買翻啲法幣嘅資產做抵押品噶嘛。咁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買啲國庫債券啦，短期國庫債券啦。咁短期國庫債券佢係會有息派出嚟噶嘛。好啦，個問題就係我攞住一隻 USDT，其實我係冇息收嘅。甚至乎我哋陣間可能都會提到啦，就係關於最新香港或者美國穩定幣法案啦。其實個法案裏邊都寫到明，呢啲穩定幣係唔可以派息嘅。OK。咁換言之係咩咧？嗱，我平時攞住美金擺銀行，我有息收噶嘛。咁但係我攞住隻穩定幣，其實我係冇息收嘅。咁但係背後嗰啲抵押緊嘅資產，嗰啲美國國庫債券係派緊息㗎嘛？係，佢哋有息收，我哋冇息收。冇錯啦。咁個息係邊個收咗咧？發行商收咗咯。OK。咁好簡單嘅啫。嗱，例如 USDT，我當1500億啦。嗱，確實數字我唔係好記得，咁大家可以 fact check 下啦。Awan 1500億呢啲數字啦。咁1500億美金，咁美國國庫債券短期嗰啲而家派緊4厘，即係個 yield Awan 4厘啦。咁你1500億乘4厘。咁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嘅利潤嚟㗎。咁Tether 之前咧，佢有公布過即係佢嗰個嘅盈利狀況嘅。咁我當其時睇過啦，確實數字我都係唔記得啦。但係大概佢每日係賺緊每一日啊，係賺緊Awan1億蚊港紙啊。佢一年你計翻條數，應該大概可能係50億美金咁上下啦。但係因為你啱啱講話收息嗰個位咧，我想知你啱啱講話可能我哋買咗嗰隻穩定幣冇息收，咁但係咪可以擺喺一啲我唔知其他嘅平台？都可以當一個收息嘅產品咁樣，你就可以放咗落去中心化金融世界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方式去產生利息啦。但我純粹單純 hold 住隻穩定幣咧，其實我係冇利息收嘅。咁所以個發行商係好暴利嘅，而佢暴利個程度係誇張到咧，其實 Tether 賺錢係多過 BlackRock 嘅。BlackRock 已經係世界上最大嗰個嘅 asset management 嘅公司啦，即係佢擁有嘅資產量最多。其實好容易理解嘅啫。例如大家都可能知道BlackRock 係有出好多唔同嘅基金啦，甚至乎可能你買緊 BlackRock 隻基金啦。咁你買緊 BlackRock 隻基金，佢收你幾多錢嘅管理費啊？可能講緊係0點幾個 percent。即係佢有好多嘅 assets 係 hold 喺 BlackRock 呢間公司入邊啊。咁但係佢可能基金佢收你0點幾個 percent，甚至乎啲 iBank 佢走去做好多套息嘅交易啦。咁大家都知大戶好中意做套息嘅。例如咩借 yen 跟住買美債，或者借 yen 買日債，咁我哋喺 live 節目都有提過類似咁嘅方式啦。咁佢其實做咁多嘅套息交易，佢賺嘅利潤都係中間個息差啫嘛。咁個息差講緊有幾大啊？比你大嘅都係可能係1%。咁但係你穩定幣嘅發行商，佢就咁硬掘就借你4%，甚至乎喺未有監管之前。可能佢 Tether 背後佢買緊嗰啲嘅抵押資產，未必真係美國國庫債券，甚至可能係高息啲債券，咁佢收嗰個嘅利潤咪更加大咯。咁所以佢賺嘅錢其實係多過 BlackRock，呢個係一個好誇張、好誇張嘅事嚟嘅。咁既然即係佢可以賺到咁多錢，咁其他機構都會即係好想去分呢嚿豬肉啦，可以咁講。因為我哋知呢樣嘢係私人機構發出嚟㗎嘛，咁其實關政府去監管佢嗰個聯繫又喺邊度？個問題就係因為私人機構啦，咁佢如果冇一個好有系統嘅監管的話咧，咁其實佢背後啲好多問題出現嘅話，佢背後啲資產係咪真係十足1比1有咁嘅儲備喺度啦？加上就係可能公眾其實對穩定幣都未必一個好充分嘅認知啦，咁啊 that's why 好多人之前走去買 UST， 跟住就爆煲，跟住就出事啦。咁所以喺政府嘅角度，其實佢就係想將呢件事可以話叫系統化啲，同埋有監管地去進行。咁起碼佢能夠提供到一啲 option，就係而家有監管啦，即係有一定嘅regulation 去睇住啲機構啦，即係佢哋唔可以講大話啦，唔可以吹水啦，要跟足個 guideline 去做啦，咁就可以俾公眾多一啲嘅信心。原來呢隻穩定幣起碼係有監管嘅，係啦，即係唔係生勾白做嘅咁就會令到穩定幣多咗人用咯，咁信心會大咗啦。
我想問下，因為之前 UST 爆煲嗰單嘢之後啦，咁基本上好似好多叫做穩定幣嘅發行商，佢背後都可以 list 到佢究竟我買咗啲乜嘢啊嗰啲。咁其實如果而家真係未有呢個法例啦，即係或者進行中嘅時候，咁其實呢一啲嘅披露出嚟嘅資料，究竟個真確性有幾高咧？你覺得？嗱，呢個就其實好難講嘅，即係直接啲講我嘅睇法，就睇你信唔信嘅啫。咁又講翻最大嗰兩隻啦，即係 USDT 同 USDC 為例啦。咁其實佢哋咧都係一直有披露自己背後嗰個 reserve 係有幾多嘅。咁而兩隻都係超過1:1嘅，即係為我發咗100蚊，我背後係有多過100蚊嘅 reserve 係擺喺度嘅。咁可以話係自願嘅性質去披露啦。咁USDT 佢Tether 佢嘅做法咧就係佢有 auditor 去 audit 嘅。咁但係有啲人其實唔信就唔信㗎，好難講。即係有啲人連個 auditor 都唔信嘅，因為始終可能佢未有一個法例去監管啊嘛。咁會唔會佢同個 auditor 係夾埋嘅咧？係啊，咁呢啲其實就好難講，我亦都冇辦法去證實。咁 USDC 咧，我自己 personally 睇咧，我覺得好啲，好少少嘅。嗱，因為 Tether 咧佢 audit 咗，即係佢 auditor audit 咗佢之後啦，咁佢係有披露佢擁有啲咩資產，喂幾多 percent 係現金，幾多 percent 係國庫債券之類咁樣啦。咁 USDC 就比較簡單啲嘅，佢得兩類嘢嘅啫，一係就現金，一係咧就 money market fund。而佢買嗰啲 money market fund 咧係 under 美國嘅 SEC 嘅監管嘅。咁即使未有法例去監管Circle 啦，即係未有法例監管 USDC 啦，咁但係起碼佢後邊嗰啲 reserve 買緊嗰隻分係有 SEC 嘅監管嘅，即係嗰隻分冇得假先啦。咁但係我都唔排除，喂咁你話你買咗佢隻 money market fund，你話你買咗幾多啫？咁係咪真係真嘅咧？咁呢個就睇信唔信啦。咁但係無論信唔信都好啦，起碼 market 有好多人信先啦。咁 that's why 佢兩隻個市值係可以去到今時今日呢個位置啦。咁日後如果有埋呢個即係穩定幣監管嘅法例啦，再加上如果佢哋真係攞埋牌照，成為一個有牌照嘅發行商嘅話咧，咁成件事個真確性就會真係增咗好多啦，就唔使大家估估下或者你唔信咁樣啦。即係如果你連咁樣都唔信嘅話，咁點解又會信銀行咧？甚至乎銀行根本好多嘢都冇披露嘅。即係我問你知唔知銀行有幾多錢啊？即係佢背後 reserve 有幾多錢咧？其實冇人知嘅。好啲嘅有上市，你可以有個 annual report 睇下，係咪？咁個 annual report 其實咪有 auditor audit 出嚟嘅。咁如果冇上市嗰啲，其實根本我哋唔知㗎，所有嘢都係唔透明㗎。咁呢個亦都帶出翻啦，頭先咧咪提到即係穩定幣同美金有啲咩分別啦？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分別嚟嘅，因為穩定幣咧佢係 crypto，咁 crypto 咧佢喺 blockchain 上面做交易嘅。咁 blockchain 即係區塊鏈啦。咁區塊鏈嘅特質係乜嘢咧？就係佢入邊所有嘅交易記錄都係公開透明嘅。其實冇得呃嘅，因為喺區塊鏈上面係冇辦法可以做到假嘅，可以 trace 到佢個資金來源喺邊，跟住去咗邊。咁但係即係雖然 trace 到，但係你背後係匿名噶嘛。即係佢只不過係知道佢嚟自邊度，但係唔知嗰個人究竟係邊個人㗎嘛？佢個特性。冇錯冇錯，係啊。咁有好有唔好嘅一樣嘢。咁好嗰樣嘢就係起碼透明先啦。例如我話 USDT 我發咗咁多錢嘅 USDT， 咁你係真係睇得到喺 blockchain 上面，呢樣嘢係冇得造假嘅。例如銀行話俾你知，我印咗幾多錢出嚟，其實呢樣嘢佢講嘅啫嘛，我哋 fact check 唔到噶嘛。咁呢個就係好嘅方面啦。咁唔好嘅方面就頭先你所講喺區塊鏈上面嗰啲交易咧，係其中一個特性就係匿名嘅。我哋淨係知佢個 wallet address 係嗰個 address 係點樣咧？一抽英文數字加英文字母啦，但我哋唔會知擁有住呢個 wallet 嘅人係邊個。咁呢個係區塊鏈個運作嗰個嘅機制啦。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咁有一啲衰人啦，即係有啲不法分子啦，佢可能就會利用咗呢個咁嘅特性去做啲為非法嘅行為啦，又或者可能係避稅啦等等嘅行為啦。咁呢啲其實我相信唔係監管機構或者唔係政府希望去見得到，但係冇辦法，區塊鏈就係有呢個特性，咁總會係有一啲不法分子運用呢一個特性去做一啲不法行為嘅。咁甚至乎就算唔係 crypto 啦。就算我當冇 crypto 嘅年代，其實一樣有不法分子做不法行為啫嘛。咁例如佢哋以前唔用 crypto 嘅，咪用現金咯。現金都係不記名㗎，其實你都唔會知啲現金係邊個。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實金，大家可能睇電影都有啦，即係嗰啲咩毒品交易啊，啲非法交易啊，咪可能攞金鑽石啊，係咪一袋鑽石咁樣？其實一樣嘅啫，即係呢個我覺得唔係 crypto 嘅錯嚟嘅，只不過係佢有咁嘅特性，咁就會
俾啲不法分子利用咗佢咁解咯。咁呢個關於 crypto 嘅風險，我哋一陣轉頭可以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咁啱 Dennis 都有講到就係嗰個法例問題啦。咁就因為而家即係香港叫做話立法啦，咁美國嗰邊都係。不如我哋簡單同大家講下就係喂，究竟法例其實佢主要係講啲咩嘅咧？咁因為其實香港政府啦，算係叫做亞洲第一個有一個比較清晰監管嘅地區啦。咁其實佢背後究竟係想做緊啲咩咧？同埋因為我哋而家知道喺亞洲嚟講啦，其實香港係 crypto 呢一步咧，都即係政府都叫算係行得比較前少少嘅。咁我哋不如都即係可以分享下呢個點睇？係啊，咁啊今次牌面上啦，香港又贏美國嘅，因為香港嘅法例早咗少少係嘛？係啦，係早咗少少叫通過同埋落實啦。咁同埋好快，又好似係8月1號就執行啦，我冇記錯。嗱，首先香港同埋美國嗰個嘅監管嘅內容咧，其實我大概睇嗰啲條文啦，咁但係始終我唔係律師，我唔係會清楚晒每一個細節。咁但係大概我睇嗰啲條文咧，其實大方向嗰個監管嘅方向都差不多嘅啫。不過香港嗰個嘅可以話監管嘅力度啦，就會相對上係比較高啲嘅，即係照我嘅理解同我嘅睇法啦。咁首先啦，有監管即係監管機構去出一個新嘅法例啦，咁佢最主要目的其實就係去監管一啲嘢啦，係啦。咁而佢監管啲咩咧？其實照頭先所講啦，就係因為而家穩定幣嘅市場可以話冇王管嘅，咁亦都好多人對穩定幣係未必有一個足夠嘅信心，甚至乎有一啲穩定幣可能真係其實背後係好大問題嘅，例如好似以往嘅 UST， 咁但係公眾係唔識得佢分辨嘅嘛，咁所以身為政府、身為監管機構，佢就有責任去叫做保障翻公眾嗰個嘅安全性啦。咁所以就訂立呢個新嘅法例、新嘅框架去監管翻穩定幣啊。咁嗱，香港今次就叫做贏美國啦，咁早啲去落實呢個法例啦。咁嗱，我始終我個人認為監管係必須嘅，一定係有監管或者叫有條例，即係或者叫政府 support 嘅前提底下，你先會有大機構去參與。你要有大機構去參與，咁呢件事先能夠普及化到嘅。呢個就係即係大家一直拗緊嘅問題，就係講話喂，你區塊鏈 suppose 你講去中心化㗎嘛？咁你而家成日整啲政府監管啊，又呢樣監管嗰樣監管，咁其實咪變相係同嗰個區塊鏈個原意有個衝突喺度咯。係，其實絕對係嘅。嗱，監管本身同區塊鏈嗰個所謂嘅去中心化嘅理念啦，呢個已經係一個衝突啦。咁其實就算穩定幣本身咧，都係一個衝突嚟嘅，因為穩定幣其實本身就係一個中心化嘅一個產物，只不過佢係擺咗喺一個去中心化嘅區塊鏈上邊度運作或者叫執行。咁但係呢個所謂嘅 conflict 係一直係存在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即係冇話一係黑一係白嘅，咁總會有一啲磨合或者有啲嘅中間嘅位置啦。我個人其實係支持監管嘅，雖然佢係真係同去中心化嘅理念有所突觸，但係呢個世界就可以話冇辦法係所有嘢完全地去中心化，即係完全去中心化呢樣嘢唔現實，可以咁講。極其量你都只可以有一啲去中心化嘅成分，但係裏邊其實都係需要一啲中心化嘅管理，即係呢個始終係呢個世界行之有久嘅一個運作嘅方式。再加上就係其實從好多角度都睇得到嘅，其實市場都唔係話太巴完全去中心化嘅，即係大家其實都冇乜信心。始終市場嘅主流都係仍然傾向一啲比較中心化嗰一邊，呢個都係即係市場睇法嗰個嘅主流嚟。其實睇個幣價都睇到，當有一啲監管嘅消息，即係 crypto 嗰邊嘅消息出咧，其實反而個市場係利好嘅。有啲人覺得喂，即係有機構將會進入呢個市場啦，即係多咗好多錢泵入去呢個市場啦，咁大家好似乎係睇好呢樣嘢咯。係啊，冇錯啊，同埋就算穩定幣其實都睇得到嘅。頭先提到啦，最大市值嗰兩隻就係 USDT 同埋 USDC， 其實呢兩隻都係法幣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中心化嘅穩定幣嚟嘅，因為佢背後其實係買緊傳統金融嘅資產啊嘛。咁頭先亦都有提到，喂，咁佢背後嗰啲 reserve 係咪真啊？係咪剩啊？咁頭先都即係我哋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背後佢個 reserve 個真確性咧，其實係加密貨幣型資產抵押型嘅穩定幣咧，
其實係更加可信同埋更加真確嘅。嗯、因為加密貨幣型資產佢背後嗰啲抵押品就係加密貨幣啊嘛。咁、加密貨幣係擺喺區塊鏈上面噶嘛。咁區塊鏈上面個 reserve 係冇得價噶嘛。見到晒，全部人都見到噶嘛。咁當然佢有個風險就可能啲幣價會上落得犀利啦。咁、可能有啲人就擔心佢跌得太犀利嘅時候就資不抵債啦。咁呢個係嘅，係一個因素嚟嘅。但係如果純粹講個透明度同埋佢個 reserve 嘅可信度，區塊鏈上邊係冇得造假嘅。咁理論上其實應該加密貨幣資產抵押嗰種嘅穩定幣應該係比較可信先啱。咁但係事實上唔係。事實上你睇嗰個穩定幣嗰個市佔率最大嗰紮全部都係法幣型資產抵押嘅穩定幣，反而去到最大嗰隻加密貨幣資產抵押穩定幣 DAI 咧，其實都已經唔知排到第幾㗎。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你可以睇得到市場主流其實都係傾向信中心化嘅嘢比較多啲嘅。一個都引申咗其實另外一個問題，我哋仲有嗰個美國嗰個政策未講，不過我哋轉頭唔緊要，我哋會整開翻嚟講。我哋跳嚟跳去咁啊！但係我突然間諗到個問題就係，喂，咁既然其實穩定幣係咁穩定嘅話咧，我諗好多人會覺得，咦？咁我即係，喂，我明知佢穩定㗎啦，咁我咪當擺銀行咯，買啲幣擺喺度，咁即係可能我唔知啊，當儲金咁樣儲法啦。咁其實又可唔可行咧？其實就冇話唔得嘅，你中意儲穩定幣，你咪儲咯。但係其實係可以話係冇咁嘅作用或者冇咁嘅價值咯。因為嗱，你擺港紙喺銀行，衰極都有0點嘟厘咁嘅利息收啊，係咪先？咁而家好啲啊，即係都有啲利息收。但係頭先提過啦，穩定幣冇利息收嘅。咁第二就係佢唔會升值嘅。因為佢對美金係1比1嘅啫嘛。除非你睇好美金升。跟住你買隻美金嘅掛鈎嘅穩定幣，咁點解我唔直接買美金？係啦，佢可以賺埋個利息添，係咪？即係除非你拎去 DeFi做其他嘢啦，咁呢個就另講啦。咁如果純粹你真係 hold 住隻穩定幣咧，其實係可以話冇乜價值，又冇息收，佢又唔會升值。咁所以就未必係一個叫做投資嘅角度可以有一個作為喺度咯。咁我哋可以講翻呢一個即係美國啦，其實最近都即係提出咗叫做一個 Genius Act 嘅一個法案啦，咁即係呢排見到美國係好大肆宣揚講穩定幣呢樣嘢噶嘛，咁咧即係有啲叫做陰謀論咁樣講啦，咁就話其實咧美國係想用呢一個穩定幣去保衞呢個美元嘅國際金融地位咁樣啦，美債嘅嗰個問題，其實呢樣嘢會唔會係美國嘅行嘅一步棋咁樣咧？咁你點睇啊？其實係嘅。同埋都唔止係陰謀論㗎啦，我諗其實市場普遍都有個共識係咁樣㗎。咁香港就叫做即係落實咗條例先啦。咁但係美國都好明顯係好想大力去搶呢個穩定幣嘅市場翻嚟嘅。咁我個人睇法啦，咁有過咗幾個原因嘅。咁首先啦，美國之前唔推，而家突然間推，其中一個好主要嘅靈魂人物就係 Donald Trump 啦。因為 Donald Trump 一直係即係佢係要 pro crypto 㗎嘛。咁另外頭先亦都提過啦，即係呢個你可以話陰謀論啦嚇，咁就係頭先提過發行商穩定幣發行商係一個暴利嘅生意嚟㗎嘛。咁Donald Trump 個仔其實就係做緊一個穩定幣發行商，新起嘅穩定幣發行商，佢唔係幾年前已經叫做開咗業開咗張㗎咯，佢係最近先開張嘅啫。咁亦都係配合翻Donald Trump 當選總統之後啦。咁會唔會佢想搞大個穩定幣，推個穩定幣，其實就係 for 佢個仔嗰間公司係可以好似 Tether 咁賺到暴利，勁過 BlackRock，勁過 Morgan Stanley，勁過 JP Morgan 嘅咧？咁唔排除啦嚇，咁呢個就可能係即係陰謀論角度睇啦。咁但係從美國嘅角度睇啦，即係始終係美國國家總統啦，咁佢做嘅嘢 suppose 係應該為美國好啦。咁從美國角度睇咧，其實都真係，如果佢能夠攻佔到呢個穩定幣嘅市場，成為世界嘅一個大家公認佢都係第一嘅話咧，咁的而且確係除咗發行商可以帶嚟暴利之外咧，其實往後嘅發展都可以有非常之多嘅。例如我哋之前有集live 節目講過，就係 Wall Street 2.0啊嘛，即係可能將成個美股市場搬咗落去 crypto 上邊，就到交易咁樣。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再擴大到美國嘅資本市場，甚至乎其實未必一定係股票，甚至乎你可以將一啲嘅可能係樓啊，或者一啲唔係流通性嘅 assets 啊，你將佢包裝咗做 crypto， 咁呢啲嘅 RWA 啦，咁跟住就喺 crypto 嘅交易市場上面度交易咁其實係能夠再擴大到一個資本流入美國嘅一個嘅情況。咁而家美國嘅股市本身已經係全球 number one 啦，即係已經係
係資本市場上邊嘅 number one 啦。咁係如果佢再搶埋呢個 crypto 市場，亦都係全球 number one 嘅話咧，的而且確係對美國會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另外啦，呢個亦都係頭先所講，都唔係陰謀論㗎啦，大家都有共識㗎，就係美債嗰個嘅問題。咁啊，有啲人講就咁講啦，因為今次美國嗰個穩定幣法案個名叫 Genius Act 啊嘛。其實 Genius 佢就係攞個嘅簡寫嚟嘅，佢有個全名嘅。咁但係 anyway 咧，佢簡寫叫 Genius Act。咁好多人就哇，真係 Genius。咁佢 Genius 喺邊度咧？嗱，好有趣嘅，我當係美金掛鈎嘅穩定幣啦，即係美元穩定幣啦。咁頭先提到啦，我發1蚊美元穩定幣，咁我背後要買翻即係等值嘅1蚊美金嘅，可能係美國國庫債券或者係現金等等嘅資產啊嘛。咁其實大部分就係短期嘅美國國庫債券嚟嘅，係即係3個月內嗰啲就叫短期啦。好啦，咁美金就係美國印出嚟嘅嘛，即係大家印銀紙印出嚟啦。好啦，我印1蚊美金出嚟，跟住之後咧，你未必一定去買美國國庫債券㗎，係咪？好啦，但係而家我同你講嗱，我印咗1蚊美金出嚟俾你啦，跟住咧我用1蚊嘅穩定幣同你換翻個1蚊美金翻嚟。咁如果 crypto 市場係真係搞得成功嘅，其實好多人都會將美金對做穩定幣噶嘛。一嚟可能就對做穩定幣，可能去參與 DeFi 啦，可能拎去炒幣啦，係啦。咁啊，總之會越嚟越大需求啦，喺穩定幣需求上邊會越嚟越大啦。好啦，咁如果我印1蚊美金出嚟，跟住我用個穩定幣同你換翻個1蚊美金，因為穩定幣佢背後要買美國國庫債券啊嘛，即係其實等同我印咗1蚊美金出嚟買債券，然後就攞咗你個1蚊美金去買翻我自己嘅國庫債券。係。咁呢個仲唔係 genius？咁我想問，其實穩定幣啦就咁，係咪可以無限咁樣發嘅咧？只要後邊佢有1:1或以上嘅 reserve 就係咯。OK，咁呢樣嘢都係佢自己印翻出嚟嘅啫嘛，其實。係啊，美金係美國印嘅。美國國庫債券都係美國發嘅，即係佢問人借錢啫嘛。咁其實佢不斷咁樣去增發美國國庫債券，或者係不斷擴大佢嗰個銀根嘅話，其實佢係不斷印錢出嚟嘅。美國國債啦，其實真係面對緊一個問題嘅。咁我哋之前好多集 live 節目都有提過，例如係開始叫去美元化啦，咁有啲國家開始叫避咗美金風險啦。咁可能就唔係再咁 focus 或者唔係再咁favor喺美國國債上邊啦。而美國國債佢越發越多嘅時候，咁你始終有一日冇咁多人買噶嘛，因為你發債都真係要人買先得噶嘛。咁佢嗰個面對住一個可以話係需求未必可以 support 到佢嗰個國債，令到維持住佢世界對美元仲仍然有十足信心嘅一個地位啦。咁穩定幣其實可以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案嚟嘅。其實而家咧淨係講 Tether 啦，即係淨係講 USDT 啦。USDT 所揸住嘅美國國庫債券咧個量咧係已經超越咗德國㗎。佢係已經排到好似唔知第10定第11位咁上下㗎。咁如果穩定幣法案通過咗啦，跟住更加多人用美元嘅穩定幣啦，咁後邊就係有更加多嘅資金去買美國國庫債券啦。咁呢個其實係可以話係創造咗一個新而且係潛在非常之龐大嘅美國國庫債券嘅一個嘅需求量出嚟嘅。咁如果穩定幣呢樣嘢即係已經流通咗，咁其實佢變相咪會削弱咗美元嗰個貨幣自己本身嘅流通量咯？會唔會？如果純粹講美金嘅流通量咧，其實會係有所減少嘅。咁但係其實佢背後只係買翻美國國庫債券啫。其實佢總數係冇少到嘅。總數冇少到嘅，只不過係我好似監生攞咗你啲美金，逼咗你買美國國庫債券咁樣。你自己唔去買唔緊要，我攞穩定幣同你交換，其實我幫你買咗美國國庫債券。咁就創造咗一個新嘅需求量出嚟。係咁我哋可以講下就係即係而家因為美國係未通過噶嘛。咁其實佢已經係去到乜嘢階段？其實佢就過咗眾議院啦，因為美國逢係一啲新嘅法例立法就過兩院啦，跟住最尾去到 Donald Trump 個簽名先落實啦。咁基本上眾議院之前有一個嘅動議就係叫通過可以討論啦。咁其實過得嗰個之後咧，其實個法案基本上就都係好大機會係會再完全地過埋㗎啦。跟住就再等Donald Trump 去簽名，Donald Trump 簽完名之後咧就叫正式去發布，正式去執行咯。咁所以其實雖然佢即個程序上佢未完全通過晒啦，咁但係都可以話係同通過咗冇乜太大分別㗎啦，只係等個程序行完之後，等個法例佢有個執行嘅日子咁解嘅啫。咁即係如果真係通過咗嘅時候啦，即係代表一啲傳統嘅金融機構即係會入場啦，好似之前比特幣咁樣啦，係咪會令到個穩定幣更加主流？又或者咁樣講，即係而家我哋係咪都試下可以去入手呢一個穩定幣咧？
嗱，同 Bitcoin 嗰個場景有啲唔同嘅，因為機構佢將佢嘅資金擺落去 Bitcoin，咁最主要就係其實佢哋都係叫做望 Bitcoin 升值嘅啫。係咁好聽啲，佢哋就話當係我公司即係成為我公司嘅 reserve 啦。咁但係實質嗰句其實佢就係睇 Bitcoin 長遠個幣價係會一直升上去，咁就幫佢哋賺錢嘅。咁但係頭先提過啦，穩定幣其實係冇一個投資價值噶嘛，因為佢個幣價係唔會喐噶嘛，佢對美金都係1比1嘅啫。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嚟緊係會非常之多嘅金融機構入場嘅，因為法例出咗嚟啦，咁佢會有監管發行商啦，咁香港同美國各自有唔同啦，總之有一啲嘅條件底下你可以成為穩定幣嘅發行商啦。咁因為頭先提過發行商係暴利噶嘛，咁只要佢能夠可以叫攞到牌或者合乎佢發行商嘅要求嘅機構，我相信都會有興趣去爭做發行商，然後去爭呢個穩定幣呢個市場上邊嘅一啲嘅 market share 嘅。越多大機構去做發行商嘅時候，尤其是係大家耳熟能詳嗰啲大機構，即係 Tether 發個穩定幣你唔信，但可能匯豐發個穩定幣你會信噶嘛，即係因為大家用咗好多人用咗銀行用咗匯豐咁多年，你會有個信任或者有個感情喺度啦。咁呢個 that's why 點解市場 mainstream 仲係對啲中心化嘅嘢係比較有信仰啦。咁呢個其實咧係真係會令到穩定幣係成為 mainstream 嘅，甚至乎咧穩定幣將來咧係可能真係可以取代到法幣喺各式各樣嘅支付場景底下，尤其是係跨境支付。本地local 支付咧未必有一個優勢嘅。因為喺區塊鏈上邊做交易支付係要手續費嘅，咁而我哋傳統嘅銀行系統，以香港為例啦，外國我唔係咁清楚嘅情況啦。咁我哋香港本地有 FPS 噶嘛，即係我找數俾你，我唔使俾手續費噶嘛。咁如果我用咗穩定幣，我找數俾你，就算係本地嘅，我都要俾手續費。咁正常就唔會啊，係咪先？咁我不如用翻傳統銀行系統啦。咁但係跨境支付上邊stablecoin 就會有好大嘅優勢咯。將來我嘅睇法就係 stablecoin 其實係可以取代到部分支付場景嘅法幣嘅。政府即係可能都會推呢個叫做 CBDC 啦，即係我哋嘅講嘅數碼貨幣咁樣啦。咁如果好似你咁講，咁佢將來即係可能一部分嘅支付嘅渠道可能用咗做呢一個嘅穩定幣嘅時候，咁佢會唔會變相係取代咗呢一個嘅 CBDC 啊？嗱，因為而家未有 CBDC 啦，咁美國講到明唔做 CBDC 啦，總之Donald Trump 一日仲當選仲唔做啦，下屆唔敢講啦。咁香港其實就冇明確地講佢會唔會做 CBDC 嘅，咁但係佢既然出得穩定幣嘅法案咧，我相信佢做 CBDC 嗰個嘅可能性都係非常之細，係啦。咁CBDC 其實主要嗰個意思就即係政府自己發行穩定幣啦，咁而家穩定幣嘅法例所監管嘅係一啲商家啦，即係唔係政府自己發啦，可能係銀行啦，或者可能係啲合資格嘅機構去發啦。實質上其實唔係話真係相差得非常之遠嘅，咁關鍵都係睇下個法例框架係點樣嘅啫。頭先提到香港嗰個而家穩定幣法案嗰個嘅監管框架咧，其實係比美國比較緊嘅。喺我嘅睇法嚟講，其實係有少少係似 CBDC 嘅，只不過爭在個發行商唔係香港政府咁解嘅啫。咁美國會好少少嘅，咁但係都始終都係有監管㗎啦，都唔係話真係叫送得去邊嘅，始終一定係有個框住你嘅。咁無論係有 CBDC 與否啦，咁可能將來會有其他國家去做 CBDC 都唔出奇嘅。咁但係暫時睇香港同埋美國似乎就係選擇咗唔搞 CBDC，咁就行穩定幣嗰 part。咁 whatever，其實我有 CDBC 同冇 CDBC 都唔緊要嘅，因為穩定幣慢慢地都係會即係叫做取代到部分嘅法幣啦，咁成為市場上邊嘅 mainstream 啦，即係可能你一啲跨境嘅支付，甚至乎可能一啲簡單嘅支付都會轉咗去做穩定幣咯，即係依個就係穩定幣市場未來嘅發展空間。所以我自己睇法係穩定幣市場嗰個嘅market cap 即係嗰個嘅市值係會有一個好長遠、好大嘅增長空間存在嘅。我哋而家開始了解即係穩定幣係啲乜嘢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想去入手嘅話，啱啱講咗市面上咁多種唔同嘅穩定幣。咁點樣揀一隻穩定幣係最安全咧？其實如果係有監管底下嗰啲咧，其實基本上隻都安全㗎啦。咁但係你點都要揀一隻嘅話，我諗用最簡單嘅邏輯去諗咯，就係睇下到時市值邊隻最大，咁你就揀嗰隻咯。但係其實就算市值細，因為佢係有監管條例㗎嘛，即係佢背後嗰啲儲備，因為監管條例咧其實係一籃子一個框架，佢要達到嗰個監管嘅要求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其實只要佢係有牌照發行出嚟嗰啲嘅穩定幣咧，咁基本上個安全性都好高嘅。舉個例子啦，嗱，好似香港都有幾間銀行印銀紙㗎嘛，即係為中銀、匯豐、渣打係啦，會印銀紙嚇。咁你點樣揀？你用邊間銀行嘅銀紙啊？
你會唔會話我淨係用匯豐嘅啫，我唔用渣打嘅？佢哋幾間或者調翻轉好似都差唔多，即係喺我哋眼中，佢哋係已經足夠去令到我哋相信佢嘅啦嘛。係啊，咁所以假設將來可能講香港發行嘅穩定幣啦，或者係美國發行嘅穩定幣啦，咁其實佢哋隻本身都係根據個監管嗰個框架底下㗎，咁所以其實唔會話太大嘅唔同咯。咁但係你又未必話即係我隻都要買嘅，即係或隻都要用啦。咁你咪點都要揀一隻用嘅。咁可能就係邊隻市值大，你揀邊隻啦。又或者可能對方話想收邊隻，咁你就俾邊隻啦。即係可能有個鋪頭話我淨係收渣打銀行嘅銀紙嘅啫，咁你咪俾渣打銀行嗰張去咯。係啊，即係如果另一個我淨係收匯豐銀行嘅銀紙嘅，咁你咪俾匯豐銀行嗰個去咯。其實唔會話有太大嘅分別嘅，反而就係如果唔係受香港或者美國或者將來其他國家嗰啲穩定幣法案監管底下嗰啲嘅穩定幣，即係好似其實而家隻穩定幣都冇監管嘅，因為未真係正式執行啦。可能例如喂咁 USDT 同 USDC， 咁我揀邊隻好啊？咁其實都係用嗰個邏輯嘅啫。咁市場最信邊隻係啦？邊隻市值最大？咁你咪揀邊隻？最多人信嗰隻咯。即係衰啲咁講，衰起上嚟都最多人陪你啊。係咪先？頭先提到香港係一個比較強嘅監管嘅力度。其實喺香港有監管底下嘅穩定幣咧，我到而家都有一個疑問嘅，就係其實未必有一個會適合我哋應用嘅場景出現嘅。嗱，或者我簡單啲講啦，呢度時間有限，我唔詳細講太多個監管內容啦。咁但係嗱，佢又未正式真係執行嘅。咁但係以我所認知或者以我所理解啦，好大可能性咧，其實香港有監管底下嗰啲穩定幣咧，即係根據佢嘅法案嘅監管框架底下咧，其實就會係全部都係會有 whitelist 嘅形式去行嘅。個意思就係佢全部都會係首先知道晒你個人係邊個啦，係未必可以同外界有得接觸嘅。即係其實可能係一個封閉嘅圈子裏邊所執行嘅啫。即係只不過係持牌機構同持牌機構中間嘅一啲嘅交易一啲嘅傳送嚇。其實佢未必係能夠同外界可以接觸到嘅。咁我哋一開始講話即係可以跨境支付嗰樣嘢，咪變相喺呢個位用唔到咯。如果對方收咪得咯，對方願意收咪得咯。但係就未必話可能真係同 DeFi 嗰邊可以接得到啦。咁呢個仍然係未知數嘅。咁但係我諗好多人睇完個法案之後，都覺得係政府應該係想向呢個方面行嘅。咁美國嗰方面咧就好少少，其實美國差唔多嘅啫，即係講緊持牌嘅穩定幣其實差唔多。不過咧喺美國法例上邊咧，其實呢樣嘢咧我就覺得美國個法例內容係贏香港嘅。因為美國嗰個法例咧，其實佢就明確地咧，佢就豁免咗一啲情況嘅。其中包括就係自我託管嘅錢包同埋包括咗 DeFi。咁佢就豁免喺個法例之外嘅。咁佢主要監管都係可能係翻去境內嘅交易所或者係銀行裏邊中間嗰啲嘅交易咯。因為美國嗰個法例咧，其實佢都有寫到咧，嗰個目標係幾好嘅，我覺得係佢講到明，佢唔係想取代所有穩定幣。佢係想設計一套安全可贖回嘅支付穩定幣嘅標準。即係簡單啲講話，佢都知道好多人都要用穩定幣啦。咁但係大家對穩定幣未一個十足嘅信心，政府又冇辦法可以擔保到嗰啲穩定幣嘅發行商係唔會倒閉或者係好順利咁樣去營運嘅。咁所以 that's why 佢立咗個新嘅法案啦。咁就係對穩定幣發行商同埋銷售穩定幣嗰啲嘅機構有一定嘅監管。咁就確保呢件事係安全，起碼佢提供到一個政府係有信心話呢個係安全嘅一個選擇，俾一個公眾去使用。但係佢就唔打算話去取代晒所有嘅穩定幣，亦都唔係抹殺所有嘅DeFi 嘅市場。咁呢個係俾嗰個法案裏邊其中一 part 佢有提到嘅。對用開 crypto 嘅人嚟講，會係覺得美國嗰一套會比較實際啲咯。即係好簡單，例如香港嗰一套，如果我攞住一隻穩定幣，但係我又唔可以同外界接觸得到嘅，咁我嘅應用場景係用嚟做咩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啦。咁究竟會唔會有人用咧？呢個亦都係第二個好大嘅問號。香港政府去發行 Web3，我點都係第一個支持先嘅，一定支持嘅。咁但係咧，照過往嘅案例咧，即係例如嗱，香港好多嘢都贏美國㗎。ETF 係一個例子啦，即係Bitcoin 嘅現貨 ETF 快過美國批嘅，跟住交易所個牌照亦都係啦，快過美國出嘅。咁但係睇翻個結果，
香港係啊，有好多嘅Bitcoin 嘅現貨 ETF 出咗嚟嘅，但係個交易量係少之又少啦。跟住香港發牌嘅交易所，咁啊最近有啲交易所都嗌緊救命啦，就話嗰個嘅營運成本太高啦，即係佢maintain住個 compliance 個成本太高啦。流動資金就嚟唔夠啦，係啊。咁睇翻過往，即係香港政府行嗰套。個結果就麻麻地咯，咁我係支持嘅，即係呢個穩定幣法案，但係我自己就冇咩期望。最關鍵就係嗰樣嘢就係究竟我係咪能夠有個應用場景嘅？咁如果我冇一個應用場景嘅話，咁點解我要用香港發行商嘅穩定幣咧？咁點解我唔用美國啲，甚至乎我用冇牌嗰啲啊？我用翻 Tether 用翻 USDC，而家市場都係認呢兩隻係最 mainstream 噶啦。咁USDC 就好有機會佢會有美國牌照啦，因為 Circle 間公司啦。咁 Tether 我唔知佢會唔會攞美國牌照啦。咁如果佢唔攞美國牌照，佢放棄美國市場啫。咁佢仲有全世界好多地方可以去參與啊。咁起碼我會有其他選擇先。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真係我哋會唔會有機會用到受監管底下嘅穩定幣嘅一啲嘅條件咯。咁我覺得除咗啱啱 Dennis 講呢個咧，就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究竟即係呢個監管之下啦，即係我哋感覺上喂有監管啊，就好似好安全啊，因為政府俾咗個信心你。係安全㗎，但係都要有用我先會用㗎嘛。我唔係因為安全而去用㗎嘛，咁要安全加有用我先用得到啊。因為同埋佢係穩定幣啊，即係佢冇升值能力㗎嘛。咁我究竟即係要咗佢翻嚟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個要留意啦。咁另外都即係啱啱 Dennis 已經有提過，就係呢一個風險問題嘅。咁其實我哋投資一樣嘢之前咧，又或者要去買一樣之前，要了解翻即係佢背後其實究竟會有啲咩隱憂或者風險啦。啱啱 Dennis 有講嘅就係喺嗰個區塊鏈上面有啲叫做不法用途咁樣啦，即係利用穩定幣又好，其他嘅 crypto 都好啦。咁你覺得其實喺呢件事上面啦，如果而家入場嘅投資者有冇呢個風險喺度？嗱，如果係有監管嗰啲嘅穩定幣咧，基本上個風險就好低㗎啦。咁你可以理解成其實佢嗰個運作模式咧，同而家市場上邊嗰啲money market fund 咧，即係嗰啲貨幣市場基金就差不多嘅。你話佢係咪完全零風險？又唔可以講係零，但係個風險係非常之細。咁如果你話未有牌照監管啲穩定幣，例如而家嘅 USDT 或者而家 USDC 啦。咁就睇你真係信唔信佢背後嗰個嘅 reserve 係咪如佢所講咁樣啦？咁如果你信嘅，即係你覺得佢有嘅，咁其實理論上好安全嘅，因為只要你個抵押資產係1:1或以上，其實佢係可以話係冇得破產嘅，因為最 worst 嘅 case 係咩咧？我全部 USDT 都 redeem 晒，我賣晒我所有手頭上嘅資產，我俾翻晒美金你啫嘛。即係 USDT 個 market cap 變做0，跟住我所有嘅美金發還翻晒俾所有人，即係全部 redeem 晒，全數 redeem。咁如果我後邊嘅 reserve 係有1:1或以上，咪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其實如果你 compare with 翻而家傳統嘅金融系統，講銀行又講銀行為例啦，銀行都唔會係1:1啦。銀行個存款準備金都係10% 咁上下嘅啫嘛，佢出邊有100蚊，其實佢後邊得10蚊擺喺度嘅啫嘛。咁所以嗰個安全性其實都係好安全嘅。咁有監管底下，咁當然佢 reserve 係堅啦，係咪？咁如果係冇監管底下嘅，咁就睇下你信唔信咯。咁如果係市值大嘅，亦都行咗好幾年啦，市場上面大家都信佢嗰啲，咁我相信其實個安全性都高嘅。咁如果喺流通性方面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叫做流通性嘅問題喺度？就係嗰個所謂點解唔係零風險咧？就係嗰個流通性風險，因為佢背後嗰啲抵押資產可能係講緊啲唔係現金啦，未必全部係現金啦。咁可能係美國國庫債券啦，或者一啲短期票據啦。咁嗰啲佢賣出去都會有一個流動性嘅情況噶嘛。同埋如果嗰個資產量好大，佢一下子要賣咁大額嘅國債出街嘅時候，咁可能喺個價格上邊都會有所影響嘅。咁呢個就係嗰少部分嘅風險嘅存在啦。咁所以點解我話其實你可以將佢想像好似貨幣市場基金咁樣，貨幣市場基金佢背後其實都係買呢啲嘢嘅啫。咁如果你話一隻超級大隻嘅貨幣市場基金，突然間你全數 redeem嘅，其實佢都一樣有機會出現呢啲咁嘅流動性嘅問題，但係發生嘅可能性就非常之細咯，好微咯。我想問咧，你頭先講咗好多啊，而家咧香港又會有個咁樣法案啊，美國咧又即將點樣法案，跟住特朗普咧又好似名正言順咁撐呢個穩定幣啦。咁其實呢啲咁樣嘅陰謀論啲嘅嘢，或者政策上嘅嘢，對 Dennis 你作為一個我唔知算唔算係重度嘅加密貨幣投資大好友，大好友會唔會俾呢啲嘢影響你
對投資加密貨幣嘅取態咧？呢個第一問題。同埋咧，呢啲消息會唔會影響你揸更多穩定幣？未來揸更多穩定幣定更少定係持平？你自己嘅流動現金其實有幾多係穩定幣？因為我本身其實已經界開咗我嘅 assets 有一部分係擺 crypto 嘅咁我就唔會特別whatever 有法案好冇法案好啦，我唔會特別話我要持有幾多嘅穩定幣嘅。其實我持有嘅穩定幣嘅量就好似我頭先所講，我會視佢為一個 parking assets 咁樣嘅角色。即係例如我睇好個市，咁我咪唔攞穩定幣，我全部揸晒啲幣價會升升跌跌嘅 assets，咁我就博佢升值。咁如果我睇淡個市嘅，咁我就會避一啲風險，咁我就沽咗啲幣價會上落嗰啲幣，咁就擺翻落去穩定幣。即係我最主要用穩定幣嗰個場景就會係咁樣嘅。又或者真係可能有需要跨境支付嘅情況底下，咁我咪會用穩定幣咯，或者一啲小部分嘅支付嘅場景咯，例如甚至乎可以係我可能同朋友出街食飯，咁大家食完飯夾錢，咁佢肯收U 嘅，即係我哋叫 U 啦，通常我哋玩開 crypto 嗰啲，咁喂我話收唔收 U 啊？收 U 啊？幾多 U 啊？我過俾你啊！因為有一啲嘅喺交易所裏邊嘅過數咧，其實係冇手續費嘅。即係好似等同 FPS 咁樣嘅啫，咁我咪俾 U 佢咯。咁呢啲小部分嘅支付場景有機會會用到啦，但係唔係主流嘅，始終到而家都唔係主流。未來就可能會成為主流，但係依一刻未係。咁所以喺我嘅真係自己個人嘅取態上邊咧，其實唔會話因為有法案而揸多咗穩定幣，亦都唔會因為有法案而揸少咗穩定幣。只不過係照樣用翻我平時喺 crypto 上邊操作嗰個形式嘅啫。但係依個法案通過咗之後咧，我可以預期穩定幣嗰個普及化咧會大幅地增長嘅。咁你越嚟越多人去接觸穩定幣，或者越嚟越多人用穩定幣，其實變相就係會越多資金去入咗 crypto 市場，咁就會影響其實我對 crypto 市場長遠嘅發展係一個好大嘅利好喺度啦。佢個作用係咪有啲似即係我用股票交易作為例子啦？就係即係可能我哋擺嚿錢喺某某嘅股票交易所，咁我去用嗰嚿錢啦，即係擺咗喺佢入邊個銀包去買個股票，咁我佢升值啦，咁咧我就沽咗佢，咁我啲錢我唔會轉翻落銀行戶口噶嘛，即係我直接轉翻落個交易所平台，只不過佢係嚿錢咁樣喺度 run 緊咁。係啊，呢個就係我所指嘅 parking assets。因為我哋平時攞住嘅錢本身就係應該法幣嘅形式去存在。咁喺 crypto 上面係冇法幣呢樣嘢啊嘛。咁其實穩定幣就係喺 crypto 世界裏邊取代咗法幣嘅角色。咁當然如果有監管，個安全性會更加高，就甚至雖然佢唔係 CBDC，咁甚至乎你可以當佢係法幣。咁就會有一個咁樣嘅用途喺度咯。而家美國係大到不能倒噶嘛，因為佢狂印錢噶嘛。咁如果穩定幣佢背後 back 佢嗰樣嘢就係佢都會買美債，佢只不過轉咗形式幫你買美債。但我諗下咧，呢一樣嘢係無論佢穩定幣存唔存在咧，美國都係咁惡噶啦。你點都避唔開咯，係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如果穩定幣唔存在咧，咁美債繼續增發落去咧，咁佢面對緊嗰個美債嘅問題就會越嚟越嚴重。都係嗰句啦，佢發越多債，咁你一定要越多人買或者越多錢買先可以噶嘛。咁佢要創造一個需求出嚟咯，即係你唔可以無限供應噶嘛，需求唔會係無限噶嘛。即係佢供應可能係無限，但係你需求唔會係無限噶嘛。咁穩定幣可以係其中佢而家嘅一個 solution 啦。咁如果你話冇咗穩定幣，唔一定係出事嘅，唔一定有問題嘅，但係佢要揾到第二個方案，點樣可以繼續創造一個更大嘅需求去 support 住佢嗰個美債嘅購買力。咁而家市場上普遍嘅睇法就係所謂大家所講嘅陰謀論啦，就係睇其實穩定幣咪就係一個 solution 咯。穩定幣而家嗰個總共嘅市值咧，其實大概係應該係2500億美金左右。咁只要呢個世界部分嘅錢係轉咗做穩定幣，咁可能係美金掛嘅穩定幣，其實背後能夠創造出嚟買美國國債嗰個購買力咧，係非常之誇張嘅，係絕對唔會少過任何一個國家嘅。咁所以美國點解咁大力去推行美金嘅穩定幣啦？咁市場上所講嘅陰謀論其實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嘅，因為穩定幣個市值一直咁樣升上去的話，的而且確可以為美國國債創造好大嘅購買力，咁佢咪可以發更多嘅債，咁佢就可以呢個遊戲可以再玩多唔知幾多年啦。咁我哋講下即係呢個提少少啦，因為可能大家聽完呢個 podcast 之後覺得，喂，我都有興趣去了解穩定幣啦，去試下買啲穩定幣嘅話，其實而家可以即係實際嗰個操作層面啦，可以點樣操作？
咁首先你要有一個 wallet 先嘅，係因為所有 crypto 都喺個 wallet 上面交易。咁一係你就喺一啲交易所上面有 account 啦。咁因為交易所有 account 就等於已經有 wallet 㗎啦。咁一係就你自己 create 一個你自己嘅 wallet，就係所謂嗰啲自託管錢包。咁你有咗 wallet 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喺中心化交易所裏邊可以買到穩定幣啦，又或者喺去中心化嘅交易所嗰度買到穩定幣啦。咁去中心化交易所就冇限制嘅，總之你識操作咁就買得到噶，你有錢就買得到噶。咁中心化交易所咧就要睇下嗰個會有一個可能係國籍嘅問題啦，即係唔同國家地方有唔同嘅監管，咁啊未必個個地方都可以俾你買到嘅。咁而家香港同美國法案都係㗎。咁美國嗰個法案叫做立法咗之後啦，咁其實佢有3年嘅叫過渡期啦。咁我假設冇過渡期之後啦，總之美國法案就係非有冇牌嘅發行商咁講啦，冇牌發行商係唔可以賣穩定幣俾美國人嘅。咁香港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你如果係冇香港牌照嗰啲嘅穩定幣發行商，係唔可以賣俾香港嘅公眾嘅。咁但係暫時以我所知嘅 PI 係應該 OK 嘅，即係散戶投資者唔得嘅啫。咁所以如果係咁，你用一間香港牌照嘅交易所，咁你就唔可以買到一啲冇牌照嘅穩定幣嘅，就只可以買到一啲有牌照嘅穩定幣，除非你係 PI。咁當然，如果你用海外交易所，咁就唔係跟香港嗰套啦，就跟翻佢自己嗰套啦。如果講日常生活上邊一啲應用場景咧，咁而家就可能未必直接俾 crypto 啊，但係其實而家市場上已經有非常之多嗰啲 crypto card 啊。crypto card 係咩？crypto card 即係其實佢一張 debit card 嚟嘅，係啦。咁你後邊咧，其實你可以擺啲 crypto 入去。咁因為而家 crypto 普及化未係真係咁先進啦，叫做咁目前嚟講咧，主流嘅支付嘅途徑都係嗰啲Visa 啊、Master 啊、AE 咁樣呢啲咁嘅 payment gateway 啦。咁但係其實已經有非常之多嘅 crypto 嘅 card 咧，佢係駁通咗 Visa 同 Master。其實你碌嗰張卡咧，就係經 Visa 同 Master 支付嘅，但係背後佢就係扣你 crypto 嘅。咁其實而家 crypto 都已經有咁嘅應用場景咯。咁將來可能會更加普及，甚至乎可能將來有直接係 crypto 嘅 payment gateway 都唔出奇。即係呢啲係日常生活中一啲同穩定幣有關嘅例子咯。其實喺個應用層面上都仲係我哋叫好初期啦，即係之後個發展應該會係越嚟越多啦，越嚟越多實際嘅場景我哋可以用到，越嚟越多機會會應用得到咯。即係唔係話真係唔係攞嚟買 pizza 嗰啲啊？其實都會係㗎，即係even 嗱，而家美國因為 PayPal 佢有自己穩定幣㗎嘛，其實而家美國人咧佢係可以用 PayPal 直接俾 crypto 㗎。咁即係佢背後有個匯率咁樣類似，即係幫你兌翻做 crypto 咁樣。係啊，咁因為你PYUSD 你對美金 suppose 都係1:1㗎嘛，就算唔係1:1，可能係0.999 嘟或者1.000嘟咁樣啦。咁其實即係等同1:1啦，唔係太大嘅 difference。咁咪我攞住個 PayPal，我走去 Starbucks 買杯咖啡，跟住嘟，咁其實我就扣咗後邊嘅可能嗰杯咖啡係當係5蚊美金嘅，佢咪扣你5粒 PYUSD 咁樣咯。咁所以越嚟越多呢啲嘅應用場景出現嘅，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可能將來我哋用 crypto 就好似我哋而家用 Alipay、用 WeChat Pay 咁樣嘅形式去用嘅啫，咁就變成咗係取代咗部分法幣支付嘅場景，就係咁嘅意思咯。所以呢個係大家點解就算而家未參與落呢個市場，咁但係都要去慢慢了解呢件事究竟係咩嚟嘅。係啊，即係起碼我覺得大家未必一定話依刻要買stablecoin，但係起碼你如果唔認知 crypto 嘅，你起碼認識下 crypto 係咩嚟先。甚至乎將來你真係要用 stablecoin 嘅時候，起碼你都知喂點樣整個 wallet 啊，wallet 係咩嚟㗎？咁喺 crypto 世界上邊有啲咩值得留意嘅地方啊？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用自己 wallet 嘅，即係如果你完全唔識嘅話，可能無啦啦會俾人攞晒啲錢，你又唔知咩事嘅。即係起碼要有 crypto 對區塊鏈會有所認知先咯，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未來嚟嘅。其實好似可能有一啲唔熟悉 crypto 嘅朋友會覺得呢個係好大嘅改變，但係其實all in all，其實睇翻歷史，我哋係不斷喺度改變緊我哋個支付方式嘅。由最初石器時代以物換物，跟住去到後尾，大家睇嗰啲咩古裝片，就拎嗰啲咩碎銀啊、金嗰啲啊，係啦，盤川嗰啲初頭係嗰啲即係一塊塊唔知咩形狀嘅東西啦，跟住後尾變銅錢啦，或者有啲碎銀啦，跟住再慢慢就變咗有金幣、銀幣啦，跟住就紙幣啦，由紙幣開始，跟住有 internet 啦，有電腦開始盛行啦，咁咪變咗有e-banking 啦。咁初頭 e-banking 大家用電腦嘅啫嘛，而家冚唪唥用 mobile 啦，跟住你去七仔買嘢，跟住八達通嘟都係用手機嘟嘅啫嘛。咁只不過我哋現代行到呢一步啊，咁將來咪係可能我哋將過往嗰啲嘅 e-banking 啊、mobile pay 啊呢啲形式變咗做係 crypto，
嚇，即係將傳統金融嗰個嘅交易或者支付系統搬咗上去區塊鏈。咁呢個就係嗰個科技嘅演變咯，係只不過係我哋個交易個媒介係叫做 update 咗，或者叫更新咗，或者叫多咗個選擇，唔一定係取代或者叫淘汰舊有嘅，只不過係多咗一個新嘅選擇。係除咗我俾美金之外，我可以俾 stablecoin，即係如果我俾 local 嘅唔使手續費，我咪俾美金咯。咁如果係跨境嘅我咪俾 stablecoin 咯，又唔使手續費。咁呢個某程度上都雙向嘅，雙向好睇俾嗰個有冇呢個 option， 同埋好睇收嗰個有冇呢個 option，甚至乎其實好多年前㗎，2-3年前度啦，其實有一啲 Web3 公司因為佢搞 Web3 㗎嘛，佢哋就算出糧俾員工，佢都係出 crypto 嘅。係，我有聽過呢個。係啊，甚至乎有一啲就係好似俾 option 員工咁樣，即係俾啲傳統市場就叫做啲股權啦，股權啦。咁喺 Web3 世界，如果佢出糧出 crypto 咧，其實有機會可能去發隻幣，跟住就俾啲幣啲員工，就係當係好似股權咁樣嘅，其實一樣係一個應用場景嚟嘅。OK，咁我哋今日啦，同大家探討嘅呢一個關於穩定幣嘅 topic 都到呢度啦。即係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後續嘅問題咧，都即係可以喺我哋節目度留言啦。咁同埋好多謝 Dennis 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一個關於穩定嘅幣嘅 topic。提一提大家啦，咁 Dennis 咧平時會同我喺富翁廣場，即係富翁電視入邊啦，咁就有一個 live 啦，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大市啦，都會同大家講下 crypto 啦。我哋呢排都講得比較多呢個話題啊，幫手 like 呢條片啦，咁我哋就可以下次咧再揾 Dennis 嚟做一集大家有興趣嘅 topic。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度。好啊，拜拜。拜拜。我哋請人啦！如果咧你對影片製作有熱誠，中意寫作，熟知 YouTube 運作嘅，仲精於數據分析，咁就啱晒啦！歡迎咧成為我哋嘅節目助理啊！你會協助直播或者影片節目嘅製作、內容分析同埋質素監控㗎。中意創作有團隊精神嘅你，千祈唔好錯過啊！另外，剪片發燒友都要注意啦！我哋嘅剪接師日常工作就係拍片、剪片、搞直播，令你嘅創意喺 YouTube 同社交媒體曝光。識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 有創意，呢份工等緊你，快啲填 Google Form send 埋你 CV 過嚟啦！如果你齒輪理論系列嘅新10年財務自由或者 FireMax 新仲會優先考慮添啦。訂閱埋以下 channel 就可以一手掌握大市資訊，環球睇樓同我嘅私家生活，或者下載我要做富翁 App 做會員啦。